你可能啱啱落地，護照同埋幾萬蚊就已經唔再屬於你啦，但你根本唔知發生咗咩事。如果你都準備飛出國門，或者你嘅家人朋友成日去外地探親旅行，擔接落嚟呢10分鐘可能會幫你慳返幾萬蚊，甚至救你一命。好多人都覺得出國旅行最危險嘅係迷路或者水土不服，但真相係你踏出機場禁區嘅嗰一步，先至係成趟旅程當中最危險嘅時刻。我接落嚟要講嘅呢5個海外機場騙局，已經令無數滿心歡喜出發嘅人喺落地後嘅第1個鐘頭之內被清空銀包、偷走護照，甚至被逼上車勒索。而且最恐怖嘅就係呢啲人直接被騙之後，仲以為係自己嘅問題。所以請你坐好，接落嚟嘅10分鐘，我唔單止會將呢啲騙局嘅每一個細節拆開俾你睇，仲會話你知每一步應該點樣防。無論你飛去邊個國家，落地之後嘅第一關都可以完美避開所有陷阱。首先，你一定要記住一個核心安全重點：飛機落地之後嘅前30分鐘係你成趟旅程當中警惕性最低、最非常容易中招嘅高危時段。10幾個鐘頭嘅長途飛行，機艙乾燥、空氣混濁，加上時差同埋疲勞，你個腦本身就處於半關閉狀態。呢個時候你要面對嘅係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，語言不通，指示牌睇唔明，周圍全係生面孔，所有人呢個時候只有一個念頭，就係趕快離開機場，趕快去酒店休息。騙子就係死死捉住你呢種又攰又懵嘅狀態，佢哋全天候蹲守喺海關出口、行李轉盤、機場大堂兩側，對眼好似掃描器淡掃過每一個出嚟嘅旅客。只要你拖住大件行李，眼神迷惘，東張西望，3秒之內就會被鎖定。由盯上你到得手，最快只需要2至3分鐘。你都未反應過嚟，護照已經冇咗，手機已經冇咗，現金已經冇咗，孤身一人喺異國他鄉，連求助都唔知幾邊個。呢個唔係嚇你，呢個係全球多個海關同埋警方反覆警示過嘅真實情況。接落嚟，我把5大騙局嘅真面目逐個拆開，每一個都附帶實戰應對方法，全部係即刻用得着嘅保命技巧。第一個高危騙局，亦係現時海外機場中招率最高、殺傷力最大嘅，就係假機場職員。呢個騙局嘅可怕之處在於，絕大部分受害人被騙之後，仲以為自己遇到好心人。你想象一下呢個場景，你辦好入境手續，拖住重重嘅大行李箱，走出抵達大堂。人生路不熟，連往邊個方向行都唔知。呢個時候，一個着得整整齊齊、睇落非常正規嘅後生仔行過嚟，佢着嘅衫同機場地勤安保一模一樣，心口仲掛住帶相片嘅工作證，印刷精美，細節到位，普通人根本分唔出真假。最令人學識放低戒備嘅係，對方開口就係一口流利嘅廣東話或者普通話，佢笑住話：我是機場工作人員，你去市區邊度呀？我幫你對簽證，我幫你搬行李，我帶你去搭平又快嘅車。你身處一個完全陌生嘅外國地方，突然聽到熟悉嘅聲線，睇到對方制服、證件樣樣齊，90%以上嘅人心理防線會瞬間瓦解。你自然以為遇到熱心嘅職員，毫無戒心，但將護照同埋行李交俾佢，乖乖跟住佢走。我直接話你知。這一切都係精心排練嘅騙局，嗰啲高仿制服同埋假工作證，幾十蚊就能買一套，仿真度高到你肉眼根本分辨唔出嚟。呢啲騙子主要有2種作案手法，每一種都夠晒令你大出血。第一種叫黑車勒索，佢假裝幫你引路，幫你搬行李，將你帶出機場，推上一架無牌照嘅私家車。原本幾十蚊嘅車程，架車一開入偏僻小路，即刻就變臉。司機開口就問你要幾千甚至上萬港幣，你拒絕，佢立刻鎖車門，唔由得你落車，用各種方式逼你俾錢。如果你唔妥協，佢就直接將你揼掉喺無人行過嘅角落。語言不通，你求助無門。好多長輩同埋第一次出國嘅旅客，為了自身安全，只能乖乖掏出身上所有現金。但係呢個都仲未算最狠，第2種手法更加防不勝防。團伙配合，一個人過嚟搭訕，另一個人幫你搬行李，製造混亂，分散你嘅注意力。你專注應付前面嗰個人嘅時候，短短幾秒鐘，你擺喺行李箱上嘅隨身包或者袋口裏面最值錢嘅嘢已經被偷走。等你反應過嚟，
人已經消失喺人群度，你連對方長咩樣都記唔清，報警都無條線索。針對呢個高危騙局，你記住一條鐵律，終身受用。正規嘅機場地勤、安保、執勤人員絕對唔會喺出口主動搭訕，唔會幫私人搬行李，更絕對唔會主動喺路上幫人攬車拉客或核對私人簽證資料。任何喺機場出口主動行過嚟、過度熱情、主動用中文或廣東話搭訕嘅制服人員，無論佢講得幾好聽，態度幾友善，100%是騙子。不需要解釋，不需要回答，擺手搖頭，掉頭走人，向人多嘅地方或者正規通道行。記住，護照、手機、銀包呢3樣嘢絕對唔可以交俾任何人。呢3樣嘢係你海外唯一嘅身份、憑證同埋保命工具，死都要貼身收好。第二個致命陷阱是假免費 WiFi， 呢個係個高科技嘅無聲陷阱，專偷你所有賬戶。10個香港人落地第一件事就係熄飛行模式，驗免費 WiFi。騙局就藏喺呢個最平時嘅動作度，唔偷唔搶，只要你主動連上去，你嘅全部身家就徹底暴露喺對方面前。而家嘅海外機場、休息區、咖啡店、大堂角落，周圍都係騙子私自架設嘅可攜式信號發射器，佢哋整嘅免費 WiFi 名稱同機場官方網絡一模一樣，普通人根本睇唔出破綻。有啲假 WiFi 名字係官方縮寫加一個超細嘅符號，有啲將字母 I 換成咗數字1，仲有啲將字母 O 換成咗數字0。粗略一睇，根本睇唔出嚟。重點嚟啦，所有不需要任何驗證就能直接連上嘅 WiFi， 90%以上都係陷阱。一旦你連上呢個假 WiFi， 你部手機就等於徹底打開咗後門。你手機裏面嘅通訊錄、相片、聊天記錄、備忘錄，全部被後台同步傳走。更恐怖嘅係，只要你喺呢個網絡環境下面打開銀行 APP， 輸入銀行卡號、支付密碼同埋短信驗證碼，所有核心資料都會被木馬程式瞬間爬取。騙子攞到呢啲資訊之後，轉走你嘅錢就同飲一啖水啖簡單。同你講一個真實嘅案例，絕對唔係危言聳聽。有一個香港女仔獨自去曼谷旅行，落地之後佢隨手連咗機場嘅免費公共 WiFi， 前後也就5-6分鐘。等佢走出機場，坐上的士，手機開始連續收到銀行嘅境外消費扣款通知，2張卡幾萬蚊，幾分鐘之內全部被轉空。更恐怖嘅係，那個假 WiFi 會自動屏蔽短信同埋驗證碼。佢整整1個鐘頭收唔到任何警示資訊，完全唔知自己正喺度被洗劫。等佢反應過嚟打電話給銀行嘅時候，錢已經冇咗，除咗錢財被清空，佢嘅個人相片、身份證資訊、旅行計劃全部被盜走。事後申訴，折騰咗好幾個月都冇完全解決。呢個騙局唔使你明技術，普通人做好3件事就能徹底避開。第一，出發前喺電信商開通境外流量包、漫遊數據包，幾十蚊就搞掂，落地就有專屬網絡，穩定又安全。第二，需要長期上網或者查資料嘅，在正規平台租隨身 WiFi 或者買當地登記嘅上網卡，由源頭上杜絕被劫持嘅風險。第三，萬一真係必須連機場公共 WiFi， 絕對唔好憑對眼去判斷，一定要去機場官方服務台當面問清楚工作人員官方嘅準確 WiFi 名稱，確認無誤之後先至連接，守住最後一條底線。連公共 WiFi 嘅時候，絕對唔登入網上銀行，唔轉賬，唔輸入任何密碼同埋驗證碼。只要你唔主動交出去，騙子就攞你冇辦法。第三個隱形騙局是假網約車，司機直接叫出你個名，你上車，然後勒索、扣車、扣行李。香港人出國都習慣用手機叫車，覺得線上叫車價格透明、有記錄、更安全，但絕大部分人唔知，海外機場嘅網約車騙局已經非常泛濫，每年中招嘅遊客數不勝數。呢啲騙子司機天天蹲守喺機場國際到達出口，專門盯住拖住行李嘅華人遊客。佢哋通過偷睇、偷拍，甚至非法購買訂單資訊，提前獲取你嘅用車資料。佢哋能精準掌握你嘅名、目的地同埋落地時間。當你正企喺路邊聚精會神等車嘅時候，一架乾淨整潔嘅私家車就會精準停喺你面前。司機用唔太標準嘅普通話或者英文，
準確叫出你嘅名。佢話：請問係陳先生嗎？我係你嘅網約車司機，上車啦，我帶你去酒店。好多人一聽到對方準確叫出自己個名，心裏面即刻就踏實晒。你以為係正規預約嘅車輛，放心地把行李搬上車，但只要你一上車，騙局就正式收網。架車開出1-2公里之後，司機嘅態度即刻就變啦。佢攞住手機話平台故障咗，網絡失靈咗，訂單無法生效咗，然後強行要求你手動取消訂單，改成私下轉賬或者俾現金。原本幾十蚊嘅車費，瞬間漲到幾百甚至上千。你一旦拒絕，司機就會鎖上車門，專登開去無監控、無人煙嘅地方，然後話你知路費、服務費、等待費加埋唔俾錢就不由得你落車。最極端嘅情況係雙方一爭執，司機直接將你連人帶行李揼喺路邊，然後開車走人。你一個人企喺完全陌生嘅地方，無車、無信號、無人可以求助，徹底陷入困境。教你一招終身受用嘅防騙鐵律：全球任何正規網約車平台上車前必須核對3樣資訊，少一樣都唔行。呢3樣分別係 APP 上顯示嘅車牌號碼、車型顏色以及司機嘅頭像同埋登記資訊。無論司機用咩藉口，例如臨時換車咗、車壞咗、朋友代駕咗，只要資訊對唔上，絕對唔上車，直接取消訂單，重新再叫一架。上車之後嘅第一時間，將車牌號碼同埋車輛資訊截圖發俾你嘅家人或者朋友，同時打開行程共享。一旦你發現行駛路線偏離咗正常方向，立刻提高警惕。如果司機要求你取消訂單或者私下俾錢，唔好同佢爭辯，你可以用平靜嘅語氣話佢知你會通過平台處理。如果你追求絕對安全，最穩陣嘅辦法就是放棄網約車，直接去機場官方嘅的士排隊處搭正規運營嘅的士。雖然要排一陣隊，但有監管、有記錄、有保障，絕對唔會遇到勒索扣行李嘅問題。第4個陷阱是專業小偷團伙嘅妙手偷竊。行李提取區係案發率最高嘅區域，呢度嘅小偷全係專業配合，手法極快，主打短平快，全程唔超過5秒，令你防不勝防。佢哋唔會強行搶奪，而是專登製造意外，轉移你嘅注意力，然後趁虛而入。最經典嘅套路係咁樣嘅：當你企喺行李轉盤前，專心等自己個行李箱，注意力完全擺喺行李帶上嘅時候，突然隔壁有個人手一歪，將手上攞住嘅咖啡或者嘢飲全灑喺你身上，對方即刻表現得極度抱歉，主動拿紙巾幫你擦，把口不停淡講對唔住對唔住，熱情到令你唔好意思拒絕。就喺呢一刻，你全部嘅注意力會完全集中喺自己被整污糟嘅衫同埋對方身上，徹底忽略咗你腳邊嘅行李箱同埋隨身包。就喺呢短短幾秒鐘裏面，對方嘅同伙會迅速兜到你身後，手腳利落啖拿走你擺喺腳邊嘅證件包、銀包、手機或者相機，或者拉開你背包嘅拉鏈偷走裏面嘅嘢。得手之後，幾個人立刻混入人群消失，動作快到好似變魔術彈。仲有一種更高明嘅套路，有人專門喺你身邊專登跌鎖匙、跌硬幣，然後拍拍你膊頭，請你幫手執一執。正常人都會下意識低頭去幫手，就喺你低頭嘅一瞬間，你擺喺行李車側邊嘅財物會被同伙瞬間偷走。好多遊客直到拿到自己個行李箱，準備俾錢坐車嘅時候，才發現所有貴重物品已經唔見咗，護照、現金、銀行卡、手機全部唔見晒。喺一個語言不通嘅國家，無證件、無錢、無通訊工具，住唔到酒店，辦唔到手續，返唔到屋企，本嚟好好嘅旅程，直接變成噩夢。對付這種專業偷竊團伙，你不需要火眼金睛，不需要同騙子鬥智，記住呢8個字嘅防騙口訣就夠。嗱嗱，財物貼身，背包前置，所有放證件、現金、手機嘅細包，唔好背喺後面，唔好斜孭喺側邊，全部反背喺心口，雙手護住，時時刻刻喺你視線範圍之內。喺行李大廳同埋排隊期間，你嘅行李同埋行李車絕對唔好離手，
唔好離開視線超過一步嘅距離。就算有人問路，有人跌倒，有人喺你面前製造意外，你都要保持雙手牢牢抓住自己嘅財物，做到物不離手，手不離身，騙子就永遠遠唔到落手嘅機會。第五個隱形消費陷阱是找換店同埋免稅店嘅叮溫客宰客。好多人有一個誤區，覺得只要是在機場裏面嘅店鋪櫃台就一定是正規嘅，唔會騙人。呢個諗法大錯特錯。海外機場裏面有好多私人承包嘅找換小店同埋中小型免稅店，全部係專門針對遊客嘅收割陷阱。門面裝修得高大上，實際上全係暴利同埋騙局。機場到達大廳隔壁，那些裝修花哨嘅私人找換店，用超大中文字寫住零手續費、最高匯率、即時兌換，專門吸引急住用當地貨幣嘅人，隱蔽性極強。第一，匯率暗箱操作，牌價寫得好睇，實際結算嘅時候偷偷壓低匯率，你換一次錢就蝕幾百甚至上千。第二，抽錢套路，當面點清金額俾你睇，轉手遞俾你嘅時候，悄悄抽走大鈔，手法快到你睇唔出嚟。第三，隱形收費，口頭承諾零手續費，結算嘅時候突然加收高額管理費同埋服務費，你發現金額唔對，上前理論，對方即刻指住角落頭幾行螞蟻淡細嘅外文條款，話你知上面寫得清清楚楚，你語言不通，投訴無門，最後只能自認倒霉。至於消費陷阱，好多香港遊客覺得免稅店一定平，一定抵買，入店就瘋狂掃貨。事實是海外機場租金極高，好多商品嘅價格比市區商鋪同埋連鎖店貴一大截，根本冇任何價格優勢。店員一見到華人遊客就會極度熱情淡，貼身推銷，佢哋專推一些日價極高，香港根本無人知嘅小眾品牌同埋紀念品，仲會用最後一支蠟、限時優惠、唔落單就冇啦呢種話術製造稀缺感，煽動你衝動消費。好多人返到香港之後才發現，高價買返嚟嘅嘢性價比極低，有啲甚至是偽冒產品，想退貨根本無渠道。避開呢啲消費陷阱嘅方法非常簡單實用。第一，出發之前喺香港本地兌換好目的地嘅貨幣，金額唔使太多，夠落地後買車飛、買水，細額消費就得啦，不需要在機場大額兌換。第二，去到海外日常大額消費同埋結賬，直接用銀聯卡或者信用卡，銀行俾嘅匯率透明，手續費低，安全有保障。第三，喺免稅店消費，絕對唔跟風、唔衝動，無視店員嘅推銷，先上網對比一下香港本地嘅售價。如果差價唔大或者根本唔實用嘅嘢，再平都咪買，管好自己個銀包，比咩都強。講完這五大海外機場頂級騙局，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驚，覺得出國好似周圍係陷阱。其實你完全唔使焦慮，海外風景優美，旅行高興。只要今日你記住咗呢啲乾貨技巧，絕大部分套路你都可以輕鬆破解。最後，我將所有內容濃縮成一句終身受用嘅防騙口訣，你不需要記住每一個細節，只需要將呢4句話刻喺腦海裏面。第一，飛機落地後強制自己保持清醒，唔好鬆懈。任何過度熱情、主動講中文嘅陌生人，無論着唔着制服，一律遠離。第二，護照、銀包、手機貼身喺心口，行李同埋財物永遠唔好離開你嘅手同埋視線。第三，唔連陌生免費 WiFi，唔喺公共網絡下做任何金錢交易。第四，打車之前核對全部資料，資訊對唔上就唔上車，優先選擇正規定嚟營運車輛。你永遠要記住，出門在外，平安第一。我們辛辛苦苦滿錢儲錢，計劃一次旅行唔容易。絕對唔可以因為一時鬆懈，喺出國嘅第一站就被騙子清空家底，陷入困境。一次被騙、摧毀、毀掉嘅，不單止是一趟旅行，你可能面臨嘅是投訴無門、申訴無果、錢追唔返、證件補辦，麻煩到你想喊。今日分享嘅全部係真金白銀換返嚟嘅實戰經驗，冇一句廢話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請務必轉發俾你嘅家人、朋友、長輩，同埋那些第一次出國嘅新手遊客，多一個人睇到就多一份保障，少一分風險。平時街坊鄰里之間亦都可以互相提醒，
守望相助，騙子再勁，亦奈何唔了。人人都有防備心。願每一位香港出發嘅朋友落地平安，旅途順心，開開 reckless，深深出門，平平安安返屋企。